时代有影在进步，电视金起来时，荧幕是乌乌的。暗过南韩 LG 拜二公布全世界头一款无线透明的电视，77寸的大荧幕，无用的时看起来那有温馨的。鲜艳色水在荧幕呈现，无出现画面部分，用直接看到对面的人。电视荧幕不只是红色，韩国 LG 电子最近伫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及控制师秀出全球第一款无线透明 OLED 电视，77寸大荧幕，解析度达到 4K， 用 LG 家己的无线传输技术，传送影像甲音讯，关的时阵荧幕就亲像玻璃共款，完全透明。 Imagine you're in a New York City apartment and you're in a studio and you want to dedicate space between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kitchen. You don't want to put up a physical wall. You could use a product like this. Since it's transparent, it still provides that open concept feeling without blocking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kitchen. 这种无线透明 OLED 电视用单独叠加，靠壁或是挂伫壁使用。LG 按算今年就会卖这种的电视，暗过无透露定价。工厂拍对台是三星的透明 Micro LED 荧幕，3种显示器测试伫 CES 出来，鲜艳色水吸引不少人来看。其中一种用无边形设计，亲像一片玻璃。三星指出，透明 LED 会重新定义看的体验，让用户更加享受视觉内容。三星进前已经推出 Micro LED 电视，暗过就爱数百万的台票。公司新闻7万人分享。